大家好，我叫艾米，我今年25岁，我来自吉达州瓦兰巴鲁，我在马六甲技术大学念书，我是大学3年级的学生，我在大学念着学工程技术，我的家务高人他们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我。我的爸爸和妈妈都已经退休了。我老公的时候，我喜欢做手工活，这也是我的副业。我有买这些花，我希望我的小生意会成功。很高兴认识大家，谢谢。